我们现在台北盆地这里是海拔多少？有人知道？300。啊？哦，阳明山是300。好啦。接下来我要唱这个歌是我们东海岸的好朋友写的。他不会弹乐器，可是词曲都是他写的。然后他小时候住在阿美族跟布农族的部落旁边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少数这样，他是汉族，我们通常是因为我们原住民族人很少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这里就觉得原住民很少数，可是他在成长过程里面是他旁边都是原住民。他就觉得自己，他里面有一个词写得他说，没有音乐的传统，就不像阿美族啊、布农族用很多歌声，没有音乐的传统，我的歌声只有2-3句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他觉得自己很少数，在那个时候。